4號徐楚楚 Vivian 代表彩點有限公司，今年好榮幸能夠代表公司入圍第59屆香港工展會工展小姐選舉，令到我有呢個機會喺度同大家見面同埋分享下我哋公司嘅產品。產品介紹之前，我想同大家介紹下我哋間公司先啦。我哋係香港知名品牌阿莎娜360嘅總代理，代理嘅產品超過咗10幾款，主要包括保健強身、消脂瘦身、頭皮護理同埋皮膚護理等等。呢一啲嘅產品多年嚟都深受顧客嘅喜愛。我哋所有嘅產品全部都係韓國製造，成分天然無添加，顧客用起嚟先至安全又放心。事不宜遲，即刻同大家介紹一下我哋公司嘅王牌三寶：保眼素、保肝素同埋保骨素。首先為大家帶嚟嘅係保眼素2.0。我哋呢一款嘅保眼素2.0，裡面嘅成分天然有 SOD 酵素同埋 Q10 酵素，能夠有效幫助我哋對抗藍光帶嚟嘅傷害，令到我哋嘅眼睛全日水潤亮晶晶，睇嘢都清清楚楚啦。第二款嘅產品即刻為大家送上嚟嘅係保肝素2.0。我哋嘅呢一款產品主要針對骨骼老化，幫我哋舒緩脹痛嘅。裡面嘅 SOD 酵素同埋三魚油、奧米呢啲成分天然又無傷害，令到我哋可以強健骨骼，令到我哋行路有力，踎低膝頭起身唔會啪啪聲。連東方嘅足球隊都推薦俾大家，特別適合啲成日做運動同埋做 gym 嘅朋友啊！最後我哋送上我哋嘅第3款產品保肝素2.0。呢一款產品，如果你成日捱夜宵夜直落，又休息唔定時，休息唔夠就啱晒你啦！佢裏邊嘅 SOD 酵素同埋藍藻綠藻都可以幫助我哋對抗面黃啦、眼黃啦，有效減低脂肪肝，令到我哋由內至外都表現出一個好嘅血色，對抗生活，對抗一切。我哋阿莎娜360真係多方面解決大家嘅需要啊！最後再一次多謝大家嘅細心聆聽。我哋彩點有限公司嘅多元化就同我一樣，充滿咗活力同埋親切感，希望能夠帶俾大家更加多嘅正能量同埋對健康生活嘅信心。最後再一次多謝大家嘅支持，記得嚟工展會4C25號攤位揾我哋彩點有限公司，好多驚喜同埋優惠等緊你哋，大家！